後之後會去到邊度啊？知唔知道？旺角差館啊嘛。係咪已經有律師去陪同㗎啦？應該㗎。唔知啊，我真係唔知啊。落軍嗰個碼頭嗰個係嘛？幫冇人行得唔快。Personally, I think that the sentences are awarded to the defendants.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，黎智英是中国公民。黎智英是一系列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，其行为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，严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市民的福祉，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。我好希望佢可以申請保外就醫，因為咁樣坐一日都係冤枉嘅，都係對佢身心靈好大嘅影響。咁所以我好希望佢係可以即係佢家人係可以保外就醫。唔該，我想全民大家留意下，而家車開唔該，小心你嘅安全，唔該，係啦。